今日嚟睇一個東區實用率非常高嘅樓盤，我而家所在嘅係139方嘅戶型嘅話，可以做到180方嘅實用率。咁我而家位置咧都係呢個戶型嘅私家電梯入戶嘅，電梯出嚟其實專梯專戶只有你一戶人嘅。咁交樓標準呢個係雙開門裝甲子母門。咁入嚟可以睇睇我哋成個戶型嘅空間，戶型係南北通透嘅4房3衛雙套廁嘅戶型設計。首先嚟到我哋入戶嘅第一間房，呢間房咧係非常之適合我哋做長輩房嘅15個方。咁佢連接翻外邊有個中空露台，呢個陽台係連接咗客廳嘅陽台嘅嚇。咁入嚟客廳咧，呢個係南北對流嘅客廳，咁送埋全屋嘅空調同埋全屋嘅智能家居控制器嘅。廚房呢邊佢係做有個中島台，亦都係交付標準嚟嘅。廚房係雙開門嘅，可以係做中餐西餐都冇問題，送咗我哋4件套嘅嚇。咁入嚟咧仲有3間房嘅，每間房嘅空間亦都係非常之闊嚇。咁嚟到主人房呢邊，成個主人房足夠有40個方嘅，同埋配套咗270度嘅轉角飄窗啦，視野望出去都係非常之靚、非常之氣派嘅。呢個位置位於東區喜灣道嘅，亦都有雙省級嘅書包啦。咁如果近期睇緊東區又要超高性價比，又要學區好嘅、品質好嘅，可以約我嚟睇睇。